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一起来赞美爱我们的主。我们一起站立起来赞美他。我们一起开始来赞美。国度属于你，一切权能，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天地都要跪拜，因你奇妙生命。天堂门打开，失望不在，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没有人能阻挡，黎明充满了你，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我们一起来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直到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直到永远荣耀属于你。我们现在跟你们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挥挥手，说我们来赞美主。一起来，国度属于你，一切权能，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天地都要跪拜，因你奇妙生命。天堂门打开，失望不在，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没有人能阻挡，黎明充满了你，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一起来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直到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直到永远荣耀属于你。各位弟兄姐妹，等一下，当我们唱到让全地欢唱的时候，我们一起用跳舞拍手来赞美他，好吗？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一起来了，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直到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直到永远荣耀属于你。我们再一次说，让全地欢唱。这荣耀都是属于他的，我们不停止拍手来赞美他。哈利路亚！我们再来赞美。哦，你掌权，权力都属于你，不停止拍手来赞美他。你能力在荣耀中彰显，你是主。神君王，你名是全能神，释放你的百姓，你何等伟大，你满有能力，你实在奇妙可畏，你独行其事，配得我们一切赞美，你何等伟大，你满有能力，
神，释放你的百姓。神，你何等伟大，你满有能力，你实在奇妙可畏，你独行其事，配得我们一切赞美。你何等伟大，你满有能力，你实在奇妙可畏，你统管万有，你是全能万王之王。你何等伟大，你满有能力，你实在奇妙可畏，你独行其事，配得我们一切赞美。你何等伟大，你满有能力，你实在奇妙可畏，你统管万有，你是全能万王之王。我们再次来，你何等伟大，你实在奇妙可畏，你独行其事，配得我们一切赞美。哦，你何等伟大，你满有能力，你实在奇妙可畏，你统管万有，你是全能万王之王，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说，你是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我现在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礼拜，我们来献上祷告。我们也来为在过去到今天，我们所要向爱我们主献上感恩的事，我们来向他献上感谢。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自己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我在他身边赞美他、敬拜他、爱他。浓美的救主，我仰望你面，你圣洁真光充满我生命，我找到自己，在你救恩计划里，我愿用我全心，用我全力来荣耀你。浓美的救主，我仰望你面，你圣洁真光充满我生命，我找到自己，在你救恩计划里，我愿用我全心，用我全力来荣耀你。你是我一生的依靠，你给我温暖的拥抱，我只想永远爱着你，紧紧跟随你，我一生因你而微笑，让你的灵将我环绕，我献上自己做活祭，一生服侍你，我的主。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能够用我们的全心，用尽你的全力，我们来赞美爱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他是配得我们每个人的赞美，配得我们每个人开口高声来赞美他，来服侍他，来爱他，单单仰望他。我们一起来唱。浓美的救主，我仰望你面，你圣洁真光充满我生命，我找到自己，在你救恩计划里，我愿用我全心，用我全力来荣耀你。浓美的
起来开口向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来祷告，我们来跟他说：主，你是我们一生的依靠，你给我温暖的拥抱，在任何时候，你总是牵起我们的手，做我们最强大、最有力的靠山。我们愿意预备我们自己，献上我们自己，一生服侍你，一生跟随你，在你的面前，我们因你喜乐，因你而微笑。我们一起来唱：你是我一生的依靠。献上自己做活祭，一生服侍你，我的主。你是我一生的依靠，一生的依靠。你给我温暖的拥抱，我只想永远我爱着你，紧紧跟随你。自己，我献上自己，做我自己，一生服侍我的主。我们一起闭上眼睛。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因你的爱，让我们每个人可以在这里开口来赞美你，开口来敬拜你。我们是何等的不配能够站在你的面前。求你圣灵大大充满在这个当中，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能够敞开心，让你的圣灵坐到我们里面，更新我们，改变我们，也让我们大家在听你的道的当中，我们能够预备好自己的心。谢谢你，谢谢你如此爱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也求你垂听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迫切渴望的祷告，献上感谢的祷告都在你面前。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依然站立，我们来用使徒信经来宣扬我们的信仰告白。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任内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我们接下来进行奉献，我们请当值的同工。
是请坐，没关系。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今年度遇到疫情之下，还可以依然的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虽然现在又有新的变种病毒，但我们依然一样要依靠你的大能，充满盼望的在你的待降日子中。求你也继续看顾保守我们，不论在工作、家庭、生活或感情中，都能充满你的智慧以及恩典。最后，我们也奉上一些金钱作为圣工之用。我们也要用你所教导的主祷文，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那我们接下来进行报告，我们可以翻开周报内页。第一点，代祷事项，我们请为教会不论是肢体或者是复健以及身体在做治疗，以及怀孕的弟兄姐妹们做代祷。好，那第二点，我们来看教会消息的部分。本主日为代降的第二主日，那今天的台语礼拜中已经由情社团契以及妇女团契点燃第二根蜡，预备信心的蜡烛。我们用生命见证主恩，以及预备主的道路。第二点，12月19号礼拜天，我们举行圣诞赞美礼拜暨团契联合庆典。那一天为合堂礼拜。那请团契会长于今天提交节目内容以及所需要的表演时间，以利安排礼拜流程。那礼拜中也举行圣礼典，请预受洗的或坚信礼的弟兄姐妹为向牧师报名。对，那请各为主内弟兄预备自己与主作洗。第三点，12月19号就是赞美礼拜当天的下午4点，我们也举行社区报佳音。那响应弟兄姐妹一同参加。那结束后，教会有预备火锅。那想要参加的，请到1楼登记。第4点，各团契于12月19号前提交明年2022年的1到3月的事工以及服事排班表给干事。第5点，教会代订圣诞糕，然后有3种口味，每盒15元。那请需要的到1楼柜台登记。然后登记到今天截止哦。第6点，教会备有2022年的精美月历，那原则上1户1份，那一样到楼下柜台登记。第7点，2022年明年起开始，本堂奉献的编号以及奉献证明取消联名入账，改为个人独立账户的方式。那恳请大家一同配合。让教会的财务上作业更加的完善。对，那从即日起开始，从今天开始试办。那团契消息以及奉献明细，我们大家自己看一下。那有错的话，一样到干事那里修正。那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今天的圣经记载在出埃及记4章第10节到11节，以及路加福音的第1章34、38以及46到47节。那我来念，大家来看。出埃及记4章第10节这样说：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明目、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接下来是路加福音1章34节这样说：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救主为乐。”圣经读到这里。今天
正道题目是效法玛利亚的预备心。我们请郑宪南牧师。10号麦克风应该有吧？有。我们进入待降节，普通我们都会有一种期待，甚至说准备。长老教会的礼拜很少，长老教会的礼拜，谢谢，很少在讲台上面多一些装饰品。虽然我们前面有这个投影片，其实你后面你会看到已经有蜡烛，蜡烛从待降第一主日点第一根，今天点2根，下个礼拜3根，到第4个礼拜4根全部点。圣诞夜24号晚上，连中间那个白色也点。那整个程序里面，你会看到点蜡烛。点蜡烛整个来讲就是会一种准备性。我们今天说待降第2主日，点第2根蜡烛，象征准备信心。这个有个这样一个程序，一个礼点。我们早上第一堂的礼拜是牧师带领他们点蜡烛，这样走到前面来，点完2根蜡烛。其实，在教会的礼典里面，甚至还要读圣经，还要祷告，然后上去把那2根点完。点的时候要把这个礼拜的主题象征讲出来。这样子一直到第4个礼拜待降第4主日，我们就准备迎接圣诞节。请问，今年圣诞节你准备好了吗？我早上第一堂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今年没有圣诞聚餐，我还在期待建成教会邀请我来参加圣诞聚餐。为什么呢？因为去年受邀请来参加的时候，抽到大奖。我给师母讲说，非常不好意思，今年至少要拿一个礼物来回馈给教会。结果黄牧师去报告说，我们今年没有，但这礼物牧师会代表收了。那我真的要去带一个礼物来给黄牧师。圣诞节我们普通都会期待，不管是圣诞赞美礼拜，甚至还有报佳音，你们有报佳音活动，甚至会去准备各团体的那种庆典。那整个圣诞节是一个在圣经上我们说报好消息。圣诞节就是一个报好消息。因为第一次的圣诞节的圣歌队就是天使，在伯利恒的城外给牧羊人报告大好消息，就是在大卫的城今天为你们生了一个爱子，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以从这里开始，
我们会进入整个圣诞节的预备。老实讲，圣诞节对基督徒来讲很期待，但是一般我们在外面你会看到的就是百货公司这些商品真的很快。感恩节过后，今年大概因为全世界听说是火鸡很缺，所以火鸡大餐今年真的很少。因为感恩节以后就马上进入代降节，说代降节就准备圣诞节。整个圣诞节的气氛就是一种欢乐、期待，一种可以讲说长假也好，因为有一个圣诞假等等。但是今年很特别，因为从5月份我们的那个母亲节过后，我不晓得你还记得吗？母亲节过后，台湾忽然宣布3级警戒，从来没有，台湾没有那么厉害，3级警戒，哇，整个好像类似封城。你们有去信义区的，你就知道整个区，好像那防空警报一样空气警报一样，没有人呢，没有车子呢，不是说管制，是自动，因为台湾人有一个习惯叫怕死，怕死了就不敢出来了。还有戴口罩。早上第一讲我问黄牧师，他讲说，讲道的台上的可以不要戴口罩。我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可以口罩拿下来，因为真的戴口罩讲道很困难所以整个来讲，台湾经过5月份3级警戒，到8月8号父亲节开放所以2级警戒，甚至这半个月来，已经超过快要20几天，快要1个月了。家邻回娘家了，全部是家邻。但你说有每天都有几个例子都是境外，那个境外才可怕，那个境外就是从外面来的，所以还是要戴口罩，还是要保持社交距离，还是要勤洗手、消毒、量体温等等。所以整个世界就陷入这种疫情、经济危机、经济低迷，各地爆失业潮，许多人忧心明天不知怎么办。但是基督徒说，上帝掌管明天，上帝掌管明天，所以明天如何，我们也不能太消极，说有一天算一天，得过且过，反正今天日子混得过就好了，不是这样。但是你在期待，你在准备，我们说预备心，要在代降节的时候，我们要迎接主耶稣基督。圣诞节这种重要的功课就是传福音。主耶稣为了世界上来诞生，身为基督徒，请问你为台湾，你为这个宝岛，我们有一句话叫同岛一命。这个我们生的地方生活的地方，居住的地方，你为了台湾，你有什么感想？这个是我们今天特别为了这个新约的经文，刚才我们的周报后面虽然是台语的，但是你可以看到那些经文里面，借着新约的经文里面，我们要来学习玛利亚。刚才我们有读使徒信仰，在信仰告白里面有一句话说，童贞女玛利亚怀孕生子。童贞女玛利亚怀孕生子，所以我们今天就通过这样来学习玛利亚怎样预备心。第一点就是34节，玛利亚当初天使给她请安问候，天使出现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跟她讲说：“你蒙大恩，你是有恩典的人。”但是
天使说你要怀孕生子，吓都吓死了。所以玛利亚直接回答：我还没有出嫁，我没给呢，我还没有出嫁。童贞女玛利亚怎样怀孕生子？所以玛利亚在34节这一句话里面，我们就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路加福音的记载说，有一天上帝差遣天使加百列来到玛利亚的家，对他说：“门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等等，从26节到34节。到34节，玛利亚直接回答：“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个事呢？”这很自然。第一个害怕，第二个恐惧，第三个怎么会这样？我们常常碰到事情，第一个反应说为什么？甚至我们会埋怨讲，怎么都是我？当然我讲那你在说呀，怎么又是我？所以玛利亚，天使给她问安的时候，她吓了一跳，真的吓了一跳。所以你根据这样的话，你想，当玛利亚在家里突然接到天使的请安，恐惧，那是自然的。你每次发生困难、困境，甚至你意想不到的时候，你一定会问为什么？会是惊怕。老实讲，全世界这个疫情 COVID-19 这个武汉肺炎，现在都不能讲武汉肺炎了，所以一直改，从阿尔法贝塔到 Delta， 现在都变成就有一种，我没空了，嘿嘿，你看真的一直在希腊文的文字一直在跑的时候，不管疫情怎样突变，老实讲，全世界真的陷入这种疫情。请问你们年轻人比较多，请问打第一剂的举手？你们都没打，我吓了一跳。好，打第二剂的举手。放下。打2剂不算，真的不算。我早上第一堂我讲，今天早上电视报告，台北市有一对夫妻打第4剂。已经打4剂，而且混打，他怎么混？我黄卡掉了，这个很好骗，台湾真的很好骗，黄卡掉了，现在调不出来，其实不是调不出来，因为医务人员很忙，所以没有办法去追踪你健保卡一插下去，也没有显示说，说这个有漏洞。2个夫妻都打4剂，已经混打，这很麻烦。我老实讲，这不是讲怕愈多愈好呢。那种你疫苗你打进去，你身体只要袂堪的你稳死的。哪里有打那么多？这个不是打越多越好呢？听说了，以后会变成常态，每年都要打，好像在打流感一样，每年都要打。但是有人就。我每年都不打，我身体健康我健康宝宝。但是不管怎样，疫情当头，全世界真的乱有的国家还规定，你没有打疫苗，你不能什么入境，不能入境。所以有这种疫情这个整个世界就带来这种恐惧。那没有办法，玛利亚听到天使请安、问安，然后给他说你要怀孕生子，他吓了一跳。一般人的经验是天使带来的消息、警告、坏消息，很少报你好消息的。那个你说那个天使报佳音给牧羊人然后那个是很特别的，今天在伯利恒会给你们一个好消息，独生子耶稣基督降生。但是普通天使出现，没有错了一蛋，真的玛利亚也吓了一跳怎么会这样？恐慌是绝对的。好，我们刚才有读到旧约圣经，旧约圣经这一段经文很奇妙。摩西
上帝就给摩西讲：“我要用你，你要带我的百姓出埃及。”怎么可能？而且有一个条件，你要去见法老王。摩西很好玩的，他跟我们一样。他第一个，我不会讲话，我很笨，我不是一般人这样子，我头脑清醒，不像我们你们那个台北市的市长说他的 IQ 都多高了。摩西马上就，我不会啊，我不会讲话啊，我很钝的啊，这种拒绝，然后上帝就给他讲这段话，上帝给他讲，我是耶和华上帝，谁给这些眼睛瞎掉的这种，甚至你虽然是拙口笨舌，但是谁造人的口，谁使人嘴巴可以讲话，谁使人眼睛可以看到，谁使人耳聋目明，眼睛呢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岂不是我耶和华？换一句话说，耶和华上帝给摩西讲一句话：主权在上帝，创造主是上帝。所以，当摩西这个反应出来，就类似玛利亚听到天使请安，她也吓了一跳。我没有出嫁，怎么可能有这个事？好，那所以当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看玛利亚的回应：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回事？这个可以理解，自然而然的反应。一个未出嫁的女孩子面对这么大的责任，难免使她心生恐惧啊。你记得圣经这段话出来以后，天使一样出现在约瑟的梦中。约瑟讲了一句话他想暗中把它怎样休掉。换句话来讲，退婚。我怎么可以这样子？我们还没有结婚，那我的太太已经怀孕，从哪里来啊？蒙羞。所以一样啊。所以玛利亚听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反应：怎么有这回事？怎么可能呢？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功课。我们常常会，怎么可能？我们有看到教会普通到年底的时候，都会有预备心，准备新的年度，有各团契要就任。各团契要就任，就是开始要负责新的团契，圣歌队、主日学校长、团契的会长等等等这些干部。团契干部首长就任，要负责新的一年。这个你准备好了吗？玛利亚一样，所以他碰到这个事情，他第一个怕、拒绝，甚至怎么会发生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学习摩西，当耶稣给他讲，耶和华给他讲说，你要知道这个是上帝的主权，所以因此我们听到玛利亚这种心生恐惧，我们面对这种大的责任的时候，玛利亚给我们一个功课是怎样？安静默想，反复思想，安静等候。这段期间，老实讲，我们很多在家里上班、上课。我孙子今年是幼稚园毕业要升小学1年级。我女儿给他讲说，他很可怜。我怎么可怜呢？6月刚好是毕业典礼，疫情当前，说没有毕业典礼，省掉线上毕业典礼，那个不好玩呢。线上毕业典礼只有你一个人呢，大家坐在电视上看来看去，没有当场。好，然后9月份不是开学了吗？开学虽然是有实体可以开学，但是又减少开学的典礼，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就讲说，
怎么会碰到这种？那也要说呀，又碰到了。所以整个人生来讲，我们常常会讲，为什么又碰到？那你怎样利用这一段时间，你去默想安静？请问一下，我们不是很多时间，这一段时间是在家里，你可以有默想的时间。听说5月到8月，很多教会没有实体礼拜，改成线上礼拜。我听会友讲过一句话，牧师，我以前都参加1场主日礼拜，很少参加2场，什么台语、华语不可能啦，台语已经听过了，不可能再参加第2场华语。你说我现在线上礼拜1个主日我做3场，我怎么可能做到3场？8点半起来就看到好消息呀，然后9点半开始建成教会的线上礼拜第1场然后10点半再转到林良堂那边又可以看第2场、第3场，一个上午做3场主日礼拜，不错啊，不错啊。所以你不一样的环境、不一样的时间，你反而会跟主更多的时间联合。所以反复思想、安静等候，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种功课。第2句话就是38节。玛利亚不是只有讲说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个事情吗？第2句话更好玩，天使给他讲说，你是蒙大恩的女儿，你要受你的身上会怀孕生子，独生子耶稣基督从玛利亚的身体来降生，所以主的使女，上帝的使女，我情愿照你的话成就。换一句话讲，叫做顺服。顺服，要领受这个恩典不简单，要领受这个大任也不简单。第1句话讲，我怎么可能有这个事情发生呢？是有一点推，有一点说为什么是我？但是第2句话，他马上就谦卑顺服。怎么讲？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我们都知道，教会常常会有团契改选，改选的时候，我们都找很多理由，不要选我。平常说什么都拜托投我1票，现在不是了，拜托不要选我好，我等一下请你去麦当劳，一个麦当劳1餐就给他打发掉了，太便宜了吧？所以不要选我，不要给我当会长，一直推。上帝的工作，神的工作，我们常常是推，我们不会情愿在你的身上成就。好，当玛利亚听到天使加百列请安消息以后，害怕，起初是害怕，这原可以主说不行你可以选别人没有人会相信我特别是我还没有结婚我要怀孕生子，这个是很丢脸，怎么去讲，怎么去应付，怎么去解释，有可能悔婚，有可能婚姻会坏掉。所以城里的人会猜疑，对，一直推，甚至会讲我怎么办？好，但是当他这样子的回应以后，他把天使的话反复思想，加上天使用这一个话来安慰他：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年老怀孕已经6个月了。换一句话讲，你的亲戚年纪那么大了，还可以怀孕，你不要怕了，不可能的事情都会变成可能，因为没有一句神的话不带能力，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所以用谦卑顺服的态度，成为历代以来玛利亚就被称为圣母玛利亚，特别天主教非常尊重玛利亚，我们甚至讲说圣母颂，甚至尊崇她是圣母玛利亚等等。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
神的话使玛利亚改变她的心意。她本来拒绝，本来害怕，但是从第二句话，她开始说：“情愿照你的话在我的身上。”所以你会看到，玛利亚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刚才我们也有念到主导文，在主导文里面，你有讲到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服从神的旨意，老实讲不简单，不简单。神假如要用你，神假如要拣选你，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个以赛亚先知的回应。或是你还是害怕，你还是底下推，甚至不接，所以很多事情不是你我可以自己决定说不要选我，或者说我不担任这个工作。刚才从开始的敬拜赞美，老实讲，我对弹吉他我有兴趣，你就来学呀！我对唱歌有兴趣，你就来呀！就加入，你可以侍奉，你可以变成一个神所重用的人。就类似玛利亚，玛利亚在这里，她老实讲，她可以推，但是知道这是神的旨意，神的同在，她不再恐惧。面对种种困难，她情愿照主的话，情愿忍受各种艰苦。老实讲，要受苦的。你记得，当耶稣最后被钉在十字架各各他的时候，他的母亲玛利亚在十字架的下面，在十字架的下面看到他的儿子被钉十字架。耶稣讲两句话，给他的母亲讲：“看你的儿子。”给约翰，然后给约翰讲什么？看你的母亲。他把他最爱的一个学生约翰交代照顾我的母亲，所以母亲看到儿子被钉十字架，那种受苦，那一种难堪，真的很痛苦。所以你会看到这种我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今天很多基督徒准备迎接圣诞的来临的时候，通常我们在准备神白白的恩典。我们讲神是白白的恩典，白白的礼物，叫赏赐给我们。我刚才有讲，12月圣诞节是一种报好消息。报好消息就是你免费要给你。听说洪牧师给我讲说，你们要去报佳音的时候会赠送口罩给他们。老实讲，口罩越多越好。请问，这里是礼拜堂，不能说谎。家里有超过200个口罩的举手，你们都不敢举手，你们都是500个以上。你看都有，对，绝对有啦。你家里没有200个口罩，我服了你。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2个礼拜去领健保40块，又少5块，以前45块9片，今年开始是10片40块，还少5块钱，没有人要领，因为我们家口罩太多了，太多了哦，而且什么？现在口罩都，那个普通的那种健保领的那种口罩，现在没有人要，下面要什么？中日合作、中美合作，还有什么立陶宛的那个什么，反正人家送口罩过来，我们就加一种新的口罩出来了，对，会有那一种兴起，但是那个口罩比较贵，一个口罩有的要10块钱以上，但是我宁愿戴那种口罩。请问，口罩不离身，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你今天，你基督徒准备迎接圣诞，你有没有礼物要送给人家？你有没有成为别人的祝福？你有没有像玛利亚一样准备成为神的器皿？神为神所用的人，准备受苦，叫万民得福。
这个是我们从玛利亚身上所得到的第二个。第三句话，46节，他除了第一句话说我没有出教，我怎么有这事情呢？第二句话已经谦卑说，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第三句话是玛利亚的信仰告白，尊主为大。基督徒永远记住这句话，尊主为大。刚才我看敬拜团唱歌里面有一首一生倚靠神，对不对？对不对？一生倚靠神的，一世人挖过住，一生就是要倚靠神，跟随主走，绝不后悔。信仰告白是这样啊，但是我们的信仰告白是好像是在这里啊，走出去以后，信仰告白就没有了。上帝好像是上帝的，需要的时候才叫他出来，不需要的时候上帝就出去了。哎，我们比上帝还大啊！所以这种信仰告白，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领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请问，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有一个匾额叫做“基督是什么？基督是我家什么？”你们自主都念不出来，因为你们都比主耶稣大。基督是我家之主，但是我比耶稣还大，所以那个主是在指你，不在指主耶稣了。所以我们常常尊主为大。上帝，你在哪里？你看不到我，我不怕你，但是你做错事情，你来讲，上帝啊，拜托赦免我。所以，当玛利亚出发去找她的亲戚以利沙伯的时候，她向他请安。以利沙伯给他讲这句话，又鼓励他了。路加第1章39节到45节，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高声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玛利亚听在耳里，更坚定她的信心。红女玛利亚怀孕生子，本来是一种羞辱，怎么解释都讲不出来。但是后来，情愿照主的话成就，甚至我心尊主为大，我领以上帝的救主为乐。这种信仰告白，可以说我们学习。那我们看见玛利亚由这句话里面，我们特别去看到她怎样尊主为大。这一句经典的信仰告白，所以我们看见玛利亚由恐惧到顺服，顺服到以上帝为乐。老实讲，做基督徒很不容易。为什么？你们的第2堂礼拜是11点半的，我一直想要挑战说，把华语礼拜改成第1堂8点半，甚至9点。华语第1堂，第2堂台语礼拜10点半。为什么要这样呢？年轻人爬不起来，睡晚一点，我第2堂11点半了，我给你改9点啦，8点半。我曾经去一个教会，他给我讲说第1堂华语礼拜8点，我吓了一跳，8点，怎么可能起床？怎么可能来参加第1堂？结果那一天早上，我去看那个第1堂的华语礼拜，80几个人，台语礼拜是150个人，所以你知道，他华语礼拜竟然有80几个年轻人起来啊，甚至我第1堂无事啊，所以从排拒、恐惧、推到顺服，以服侍神为乐。而且有时候我们会想，你今天为什么那么早来？你今天为什么来参加礼拜？没有办法啊，还有事情啊，没有办法啊，今天是我领唱啊。那我要给牧师讲，每一个礼拜都排他事情领唱，他每一个礼拜都要来啊。我们是为了服侍来，还是为了
没有办法排到我啊，那我就干脆排你整年。这个是以服务神、以顺服神为乐，叫人因他得福，喜乐的心迎接主降生。如果一个人能有智慧，让基督坐在你的生命的驾驶座，他引导你，他与你同在，他带你走前面的道路。明年2022年马上就到了，还不到1个月，我们又要54321迎接2022年了。新的一年，希望主耶稣是在你人生的驾驶座，指引你、带领你走前面的道路。约翰福音第15章第4节，你怎样去连接在主里面，在主里面你结好果子？请问你的生命是否没有喜乐，或者缺乏服侍的心？全心相信顺服他的带领，你的心也会像玛利亚一样告白：我心尊主为大。结论来讲，代降节就是要我们预备心，等候迎接主降生。啊，这个，那个快要出来，那个降应该打错了，应该主降生，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年纪用波波摸摸在打字，同音就好了。现在同音不行了，有时候降生的降，你打错了就不一样。玛利亚已经为我们留下美好的典范，今天上帝也要拣选使用你我去传福音，把这个好消息传给万民。你准备好了吗？你愿意吗？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不配，但是因为你的灵、你的带领，使我们可以回应你的爱。我们要像玛利亚一样，虽然我们会害怕，我们会说怎么会有这种事，但是我们也学习玛利亚说，我们情愿主你的话成就在我们身上，甚至我们会学习玛利亚的信仰告白，尊主为大。我们用这样来回应上帝的爱，来迎接今年的圣诞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我们一起再次站立来回应。
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嘿出来哦 ，Come on， 大声说，大不中，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个都会给，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我们一起大声的说。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